夜希望之歌，在牧羊人的故事中找到我們的歌。路加福音2:11-14。基督裡親愛的兄弟姐妹們，願恩典與和平充滿你們的生活。在我們這個常常動盪的世界裡，將自己錨定在聖經永恆的真理中至關重要。今天我們深入研究路加福音2:11-14，這是一段光芒四射的經文，照亮了我們信仰的核心，並為我們21世紀的信徒提供了持久的相關性。那個猶太之夜，寂靜被天界向謙卑的牧羊人宣告的宣告所打破，因為今天在大衛城裡有一位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路加福音2:11。這些從事日常工作的普通人成為第一批獲得非凡新聞的人。這提醒我們，上帝經常在我們生活的平凡方面揭示他的恩典。我們不需要世俗的讚譽來體驗或分享這個好消息，上帝利用的是日常生活中屈服的心。天使的宣言在神學上是豐富的，對你來說是個人的，這個出生是全人類的禮物。這一天強調了這一歷史時刻的緊迫性和果斷性，實現了古老的預言。對我們來說，它凸顯了上帝的承諾是影響我們現在生活的現實。救世主的誕生仍然是我們救贖的基石。指定的地點在大衛城，與舊約中關於彌賽亞的血統和出生地的預言有關。撒母耳記下7:12-13，彌迦書5:2。大衛的城市伯利恆證實了耶穌的彌賽亞身份以及對統治信徒心靈、超越塵世力量的精神王國的合法主張。這個地理標記將上帝過去的承諾與現在光榮的實現聯繫起來。天使揭示了新生兒的身份和角色，救世主、主基督。救世主講述了人類對擺脫罪惡束縛的深切需要，這是人類任何努力都無法彌合的鴻溝。耶穌通過他的生命、死亡和復活來恢復我們與天父的關係。基督在希臘語中譯為彌賽亞，意為受膏者，象徵着耶穌完美地體現了祭司、先知和國王的職位。他是我們的大祭司，獻上完美的祭品。希伯來書4:14-16，先知講上帝的話語。約翰福音1:1-18，萬王之王，以公義和永恆的和平統治。啟示錄下午7:16。最後，主基里奧斯在70士譯本中經常提到耶和華，宣揚耶穌的神聖。馬槽裡的嬰兒是神的化身，為我們的救恩謙卑自己。腓立比書2:5-11。突然，一大群天軍出現了，讚美上帝，說：榮耀歸於至高無上的上帝，願他所喜悅的人在地上平安。路加福音2:13-14。這巨大的天使合唱強調了這一事件的巨大意義，他們的讚美是針對上帝的。榮耀歸於至高無上的上帝，揭示了基督誕生的最終目的，榮耀上帝。救贖彰顯了他的愛、智慧和正義，我們的生活也應該給他帶來榮譽。願他所喜悅的人們在世上平安，常常被誤解為普遍的和平，象徵着上帝與人類之間通過基督實現的精神和平。這種平安是為那些以信仰回應上帝恩典的人準備的。這並不是沒有世俗衝突，而是與上帝的和解。羅馬書5:1，即使在動盪中也提供內心的平靜。腓立比書4:7。對於我們今天來說，路加福音2:11-14是安慰和希望的持續完全。他提醒我們上帝派遣他的兒子來拯救我們的生命。約翰福音3:16-17。
他重新救贖只有通過耶穌基督救世主彌賽亞和主才能實現。在一個經常出現分裂的世界裡，通過基督提供的和平至關重要。當我們努力追求世俗的正義與和平時，我們最終的和平在於和平之王。這種和平使我們能夠反映上帝的榮耀，並向他人表達他的愛。反思這些經文，讓我們對我們的救贖充滿感激，讓天使的喜樂宣告引起共鳴。今天，我們在大衛城裡誕生了一位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願我們生活在他的平安中，永遠給上帝帶來榮耀。阿門。